记得很清楚哦。好，感恩。那各位浅显，现在又到诵经时间了。那请各位浅显先将自己的麦克风关闭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浅显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晚由后学导读。肢体画面麻烦一下。我们今天要一样跟一样嘛哈。好。道之宗旨，敬天地，礼神明，爱国忠士，敦品崇礼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篇，大道之行也。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或误其气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。利物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弊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无苦即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修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
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使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。我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将归上圣，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使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
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罩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使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
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两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10叩首。回向文：弟子姓氏、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名字。姓氏陈雷安，女洪思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正雅方前贤，回向于正雅方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，祈请弥勒古佛，地藏古佛，地藏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了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助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助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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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。后学今天导读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谢谢雷安讲师，感恩导读，也谢谢各位前贤一起诵经。晚安，晚安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团长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